我係 Baji， 今日咧嚟到呢個灣溪沙站，同你睇一個近住鐵路旁邊嘅大型屋苑。呢、個564尺，屬於大兩房嘅戶型，極高層嘅單位，望出去嘅景觀非常之開揚，望到呢個白石角嘅海景，再加埋樓下呢個內園嘅景觀，內園嘅泳池。咁呢個咧係屬於長年嘅客飯廳設計，兩房嚟講咧，其實亦都現時嚟講好少咁大個嘅面積嘅。咁飯廳旁邊咧就係睡房嘅位置啦，睡房兩個都係非常之方正實用。而且咧，佢全部都係廳房同向。咁因為極高層嘅關係啦，佢除咗望到自己內園景觀，都係可以望晒出去嘅海景。而房間後面嘅位置咧，亦都有足夠嘅空間預留咗一個衣櫃位。最唔少得嘅咧，就係家庭客戶最愛嘅緊廚啦。廚房咧，佢係兩邊備餐區，再加一個工作露台。